而家揾一個安靜嘅地方，你可以坐喺度，或者允許嘅話瞓喺度。你會聽住我把聲，跟住我嘅指示，會令到自己越嚟越放鬆。你會進入一個好放鬆、輕鬆嘅狀態。而家你坐喺度或者瞓喺度都好，任何方式都可以。你擺個自己舒服嘅姿勢，聽住我把聲，佢會令到你更加放鬆。眯埋你對眼啦，你感覺到你而家放鬆嘅感覺越嚟越強烈，越嚟越強烈。你感覺到自己個頭越嚟越放鬆，你條頸都放鬆咗落嚟啦。嗰種放鬆嘅感覺蔓延到你上半身，去到你條腰度，你對腳都完全放鬆落嚟。而家放鬆嘅感覺已經喺你全身每一個細胞上邊都感覺到好放鬆，好放鬆。等陣間你會聽住我嘅指示，我會由10數到1，每數一聲，你都會越嚟越放鬆，越嚟越放鬆。10，你感覺自己而家好 relax， 你繼續專注自己嘅呼吸，慢慢咁吸氣，再慢慢咁呼氣。每一次嘅呼吸都會令到你更加放鬆。繼續專注自己嘅呼吸。9，你而家感覺自己已經完全放鬆咗落嚟。8，好舒適，好舒服啊！你而家。7、6、4，繼續專注自己嘅呼吸。你越嚟越放鬆啦，越嚟越放鬆啦。1，你而家已經完完全全咁放鬆落嚟啦。你想象一下，自己而家嚟到一條好熟悉、你好鍾意嘅一條路，嗰條路可能係兩邊種滿樹木，或者係有花園嘅，或者係沙灘上邊嘅一條路。你而家覺得嗰條係一條你好鍾意，會帶畀你舒適嘅路。你要想象下佢係點樣嘅。你喺嗰條路上邊慢慢咁行緊。如果佢兩邊係種滿樹木，你可能會聽到自己踩到啲樹葉嘅聲。你感覺到自己越嚟越放鬆。太陽好溫暖，有啲微風吹落嚟。你而家喺嗰條路度慢慢咁行緊，你覺得好舒適，好舒適。跟住有個小朋友喺嗰度吹緊泡泡，嗰啲泡泡裏邊，你見到佢哋好似每一個都裝滿住令到你煩惱、焦慮嘅事情，又或者係令到你有啲唔開心嘅事。而家你見到嗰啲泡泡喺你面前一個一個咁出現，但係一個又一個咁消失喺個空氣之中。佢哋消失嘅時候，你嗰個煩惱嘅焦慮，你嘅焦慮都會完全消失。你睇住佢哋出現，
你又睇住佢哋慢慢咁飄走，或者慢慢咁消失喺空氣之中。你甚至可以將佢哋篤穿，咁你就將嗰個煩惱嘅事完全咁消滅咗啦。你而家見到嗰啲泡泡越嚟越少，你感覺到自己成個人越嚟越放鬆啦。嗰啲泡泡越嚟越少，越嚟越少，跟住完全冇晒任何令你煩惱嘅事，冇任何令你焦慮嘅事情啦。你繼續喺嗰條好靚嘅路度行緊，跟住你見到前邊有間屋，你行去嗰間屋嗰度，係一間你好熟悉嘅屋。咦，你細個好似係住喺度嘅？你見到嗰間屋，你知道佢係點嘅樣嘅。你行接近嗰間屋嗰度，打開咗道門，你見到細個嘅自己。嗰一刻，你喺度做緊乜嘢呢？你係唔係有啲唔開心嘅事？或者你係見到一個好開心嘅時刻？你可以走過去擁抱下自己，擁抱細個嘅自己，同佢講返：你已經做得好好啦，我好感謝你啊！原來你細個就已經咁勇敢，咁好，你好感激佢。跟住細個嘅自己都變得越嚟越有力量。你覺得呢一刻內心充滿咗溫暖同埋感恩。原來你一直都已經做得好好啦，你已經好努力啦，你唔需要有任何怪責自己嘅感覺，一切都會變得越嚟越好。而家聽住我把聲，將注意力放返喺自己嗰度，你內心嘅煩惱同焦慮都已經離開咗啦。你感受到嘅只有內心嘅溫暖，同埋愛，同埋感恩。你同你自己講：我嘅存在就已經係好美好，我係值得被接納，我係足夠㗎喇。我已經係好好㗎喇，我接受自己嘅一切，我係安全嘅，我係被支持嘅，我係值得被愛。繼續專注自己嘅呼吸，每一次嘅呼吸都會將呢啲正面嘅信息深入你嘅潛意識裏邊。好，而家聽住我把聲，慢慢咁將啲知覺帶返起當下，慢慢咁感覺到你個手同腳嘅喐動。當你醒返之後，你依然都有嗰種好溫暖嘅感覺。繼續專注你嘅呼吸，帶住呢種安穩、被接納、被愛嘅感覺，繼續好過你嘅生活啦。